大家早，今天是27号星期一，美国各大指数呢全线走好啊，可以算是呢第3天上涨了。上个礼拜五呢就放假之前呢，所有指数呢都是涨的，特别呢也做了好多个新高了。首先就道琼斯是涨了473点，涨1.01%。然后是做了一个收盘新高 C7207，S&P 也是第二天涨的，涨53点，涨0.79%，然后6792就是一个历史新高收盘的。Nasdaq 呢科技股涨263点，涨1.15%，也做了一个收盘新高23204。Russell 2000涨31点，涨1.24%，小型股，唯有呢就只有 Russell 2000呢还差一点点，就上个礼拜五呢就回到它这个收盘新高的了。但是来到今天呢，应该很有机会再创新高了，因为所有指数呢都是上涨的，延续这个涨势。道琼斯最差的时候呢都涨169点，最好的时候呢是涨325点。大概最好的时候涨0.8%。这个指数里边的话呢，最厉害都就是这个科技股了。Nasdaq 呢现在是涨了超过1%，差不多1.6%。首先呢，今天市场呢比较乐观呢，最主要呢就是延续上个礼拜的消息，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战方面呢有这个好转了。就是呢，现在呢已经预定了这个星期四，Trump 总统跟中国习主席呢，在这个南韩啊，这个 APEC 峰会里边时间呢就会正式的签署这个协议的。他们呢在中美贸易谈判呢，已经在周末的时候呢，已经敲定了里边的这个协议的内容，就包括就暂停这个美方加征这个关税，然后都有暂停了这个中方那边这个稀土的出口管制。所以所以看得到呢，今天这个所谓这个恐慌指数 VIX 呢跌到这个一个月的低点，现在是报16.01，今天再跌2.2%。市场乐观的话呢，恐慌指数呢就会减小的，就变成呢说明投资者风险偏好呢比较就回升了，不怕风险了。所以呢，现在呢就市场就开始要注意力回到这个利率方面了。下个礼拜三呢，星期二、星期三，联储局就会开会。上个礼拜这个通货膨胀数据呢显示这个通胀呢缓和，所以就变成了联储局下个礼拜呢减利率的可能性呢就还是比较高的。现在呢利率期货市场反映了99%呢，就是29号联储局可以减0.25。再到呢下一边开会是20号呢，再减0.25的可能性呢还有96%。上个礼拜除了美国以外呢，还有欧洲那边的 Euro 的央行啊，还有日本央行呢等等都会开会，决定他们的利率走向。另一方面呢，关于这个联储局这个主席的人选的话呢，财政部长 Benson 表示呢，就新的人选呢已经缩小了，只有大概有5个人。他估计呢，在这个 Thanksgiving 後呢，就會提交最終的名單的啦。商品方面呢，所以市場風險呢就減低的話呢，黃金今天就下跌了，現在是報4054塊2毛，跌2%。原油價呢從低點慢慢回升，還是繼續61塊6毛5，漲0.1%。WTI 原油。個股方面呢，因為在這個中美貿易談判裏邊，這個稀土的這個先期這個解決了，這個稀土的 restriction 解決以後呢，我們美國有一個公司是做這個稀土的 business 的公司呢就大跌了，代號 MP Material 叫代號 MP 62塊9毛2，大跌11%。其他同類的股票啊，比方說這個 Ramaco Resources METC 下跌4.2%，
critical metal CRML 3.8% 等等有關稀土跟這個礦物行業的都大跌。然後呢，這個中美談判呢帶動這個中概股走強啊。今天呢，這個阿里巴巴BABA 代號 BABA 179塊1毛6漲2.5%，GAD 都是漲3% 等等的。好了，接着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